因為今日咧個資訊量咧非常之豐富，好燒腦，所以咧我 make sure 大家一定要聽到我講嘢，我至開始嘅。俾反應啦，有冇人係聽到我講嘢嘅？OK 係嘛？冇問題。OK，好嗱，咁啊今年咧就係包哈薩推出誕生嘅30週年啦。咁隆重其事 ，Capcom 咧就揀咗今日正式推出包哈薩近代嘅系列嘅3部曲嘅最後一章。包哈薩9嘅安魂曲，咁今次呢個版本係非常之豐富，我諗大家喺街咧坊間咧係唔知道咁多版本嘅，所以我咧今次咧要緊急開個 live 去介紹啲版本俾大家睇，因為唔同版本咧個分別真係可以好唔同嘅，咁希望大家唔會買錯版本，可以呢段直播咧可以幫到你買啱你自己心水嘅版本嘅。OK 嗱，大家知道。包哈薩今次係會喺幾個平台登陸嘅，包括係 Switch 2首度 Switch 2，跟住咧就係睇下先啦 ，Switch 2啦，跟住咧就係 Steam 同埋 PS5嘅。嗱，留意今次係冇 PS4 份㗎啦，因為今次咧機能限制，直接係呢個3個平台啫。咁大家會坊間見到咧，最常見到咧應該就係 PS5同埋 Switch 2版本嘅。咁我會最後咧就俾翻呢啲總結翻俾大家去了解翻應該點樣選購。咁我先介紹咗唔同版本先。嗱，你見我手頭上成台都係嘅版本。咁我先由香港版講起先嚇。嗱，香港版最簡單就係分別有推出一隻 PS5 嘅普通版同埋 Switch 2嘅普通版。嗱，呢兩隻咧都係暴力版本嚟嘅，係全球最暴力嘅版本，即係佢血腥程度咧係最勁嘅。咁另外咧，普通版之外咧 ，Switch 獨有咧就係推出咗一個叫做 Resident Evil Generation Pack 30週年嘅套裝。咁個套裝就係收錄咗第7、第8、第9集嘅實體版嚟嘅，入邊有3張遊戲卡嘅，有買個特別嘅收納盒。咁佢個名咧叫 Resident Evil Generation Pack， 呢個係香港版獨有嘅版本嚟嘅。應該再詳情講一講。咁另外咧，仲有咧就係推出鐵盒版啦。手頭呢個鐵盒版咧分別有 Switch 2同埋 PS5 嘅。嗱 PS5 嘅鐵盒版咧，大家應該唔使揾噶啦，因為咧代理咧 cut 單，所以咧非常之缺，基本上冇訂係唔會有貨嘅。咁另外咧就有 Switch 2嘅鐵盒版。嗱，好多人都問一問，到底普通版同埋鐵盒版有咩唔同？嗱，其實咧個分別咧就係真係一個鐵盒啫。嗱 ，Switch 2咧係跟咗個窄身嘅鐵盒，開俾大家睇睇。咁唔同嘅圖案啦。咁呢個咧就係擺 Switch 2遊戲卡用嘅。咁另外咧 PS5 咧係跟咗另一個鐵盒，個設計一樣噶啦。不過咧就係因為擺光碟嘅話，所以咧係大個啲嘅。哇，咁難開嘅，咁樣嘅。嗱，分別咧就係咁多啫，真係個鐵盒嘅分別，隻遊戲係完全一樣嘅嚇。嗱，首批嘅 Switch 同埋 PS5 咧都係送咗初回特典嘅 DLC， 就係一個末日嘅 DLC 嚟嘅，全部有呢個特典初回特典噶啦，唔係淨係鐵盒版至有嘅，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值唔值得啊，為嗰個差額要買個鐵盒版。嗱，咁就再補充翻講翻頭先啦，未講完啦。嗱，呢個30週年嘅套裝咧，淨係 Switch 喺香港版至會有嘅 ，PS5 係冇推出嘅。咁入邊咧跟咗一隻咧第7集嘅 Resident Evil Gold Edition 黃金版，第8集嘅 Village 黃金版都係，同埋第9集最新嘅呢個安魂曲。嗱，呢個普通版嚟啫嚇，唔係咩豪華版嚟嘅嚇。嗱，留意一樣嘢，陣間我再講日版度咧，你就明個分別噶啦。嗱，呢個咧就係咁多分別啦。咁呢個香港版嘅，大家呢度搞清楚啦，嗬。嗱，搞清楚咧，我就會轉去講最複雜嘅日本版啦。嗱，日本版真係太多版本，我都搞到一頭煙今日。咁啊，整理好資料啦。咁而家逐樣同大家講先。嗱，首先就講翻 Switch 2先。嗱，呢個咧就係日本版嘅 Switch 2。嗱，佢個名咧，你見到係叫包哈薩30週年嘅 Special Pack， 同呢個香港嘅 Resident Evil Generation Pack 咧個名係唔同嘅。你冇以為，咦，好似一樣喎？其實真係好唔同。
點解唔同咧？點解唔用翻同一個名咧？嗱，首先咧，香港地區咧一定叫 Western Evil 跟外國噶啦，日本就叫 Biohazard 嘅。所以如果你想玩原汁原味嘅話咧，一定考慮日本版。同埋你留意，咦，係咪發覺日本版同埋香港版原來個 size 都完全唔同啊？嗱，冇錯啦。嗱，而家就講分別啦。嗱，日本版咧，首先佢係分2set版同埋 D 版嘅。D 版咧即係一般去除血腥嘅暴力版本啦。第二個2set係最暴力嘅版本嚟嘅。嗱，但係留意呢個2set版咧，佢雖然係最暴力、最血腥，但係都刪減咗啲血腥程度嘅。如果你玩最暴力嘅話，一定揀香港版啦，係完全冇刪減。咁如果你都覺得接受到嘅，咁你就可以考慮翻日版啦。嗱，日版呢個30週年版咧，最特別地方咧，佢入邊跟嗰隻Biohazard 9咧係一個豪華版嚟嘅 Deluxe Edition， 香港版咧係普通版嚟嘅，呢個係最大分別。所以你見到 Deluxe Edition 咧係多咗好多 DLC 嘅。咁呢個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下日版啦。嗱，咁日版除咗個分別就係除咗個血腥程度之外咧，咁就大家可能好關心字幕係點樣咧？嗱，字幕一樣有齊中英日文3個語言嘅。嗱，我講緊係 Switch 2版本啫嚇，中英日文齊晒㗎，兩個版本嘅中英文都有齊晒㗎啦。咁分別只係日版嗰隻第9集咧係一個豪華版嚟嘅。好，跟住咧就到講 PS5版啦。嗱， PS5版咧亦都有推出呢個叫做30週年 Special Pack Volume 1同埋 Volume 2嘅嚇，大家可能完全喺街好難會見到呢兩個版本嘅，因為係非常之短缺嘅。咁佢跟住講咩嚟啦？嗱，睇睇側邊先，嗱，拍埋啲俾大家睇睇。嗱，冇寫 Volume 1嗰個咧就係 Volume 1啦，有寫 Volume 2嗰個咧就係 Volume 2啦。咁呢個後期至公佈嘅。咁冇寫 Volume 1呢個咧，就係原裝嘅30週年版，係跟咗第7、第8、第9集嘅，即係入邊有3張藍光碟、3張遊戲嘅。咁但係咧，呢隻藍光碟咧入3隻遊戲咧，其中第8集 Vintage 嗰隻咧係冇中文字幕嘅，大家要小心，佢同 Switch 係唔同嘅喎。好，跟住呢個 Volume 1係咩嚟嘅咧？咪呢個 Volume 2係咩嚟嘅咧？Volume 2咧就係收錄咗 Biohazard Remake 重製版嘅第2、第3、第4集嘅，但係咧亦都要留意啊，第2、第3集咧係冇中文嘅。嗱，呢個就係佢嘅分別啦。咁講翻呢個最吸引嘅，當然係呢個 Volume 1啦。Volume 1咧就係佢收錄咗7、8、9集啦，而第9集咧係 Deluxe 版。Deluxe Edition 嚟嘅，同香港嗰隻版係唔同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想買套裝、想收藏嘅話咧，可以就係考慮呢個 PS5 嘅30週年嘅 Volume 1同埋30週年嘅 Volume 2版本啦。好，大家消化完咯，係嘛？嗱，其實咧除咗呢啲版本之外咧，其實咧跟住仲有就係、其實佢都有各自推出一個叫做 Deluxe 版、普通版。跟住仲有推出一個叫 Collector 版典藏版嘅，個典藏版咧係跟多咗本書仔同埋跟咗個立牌啫，唔係有 figure 嗰啲嘅嚇。嗱，講起 figure 咧，大家都可能會關心啊，呢隻遊戲會唔會有 figure 出咧？冇錯 ，Capcom 咧係官方會推出2個 figure，包括就係今次嘅主角 Leon 同埋呢個 Grace。咁啊 Grace 咧就會今年9月30號推出嘅，而 Leon 咧就係11月推出嘅。咁大家可以去預訂翻呢2個官方推出嘅 figure 嚟嘅。咁另外咧，大家選購咯喎。嗱，如果你淨有 Switch 2機唔使揀啦，淨有 P5 機唔使揀啦。如果你係有 Switch 2又有 PS5 機，點樣揀啊？嗱，大家可能好多時喺度九衝，梗係 PS5啦，畫面靚。嗱，但係咧你要留意呢樣嘢咯喎。Switch 2咧有佢好處嘅，除咗係周街俾你去隨時玩之外咧，最特別地方。今次咧係推出咗一個特別版嘅 Switch 2限定嘅手掣 ，PS5 係冇特別版手掣嘅嚇。咁入邊咧係印咗 Biohazard 嗰啲圖案嘅。咁呢個咧都係分日版啦，同埋香港版嘅。香港版一律就 Western Evil 嘅，日版咧係 Biohazard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睇翻你自己選擇啦。香港版就有保養，日本版就冇保養啦。
咁另外咧，仲有樣嘢咧，就係 Switch 2版，你會見到後邊咧寫住對應 Amiibo，冇錯啦，佢咧就對應翻任天堂會推出兩隻 Amiibo 嘅，分別就係 Leon 同埋 Grace 嘅 Amiibo 兩隻嘅。咁呢兩隻 Amiibo 咧就預計喺今年夏天推出嘅。咁 Amiibo 擺落去有咩玩咧？咁我就已經準備咗資料啦。嗱，呢個就係如果你將 Leon 嗰隻 Amiibo 擺落去 Switch 個手掣度一 scan 咧，就可以攞到呢把槍噶啦。Grace 嗰個特點咧就係未公布嘅，咁大家可以稍後再留意一下。咁所以咧各版本咧有佢自己玩法嘅。咁另外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今次咧 Switch 2版咧係時卡嚟嘅，係要 download 啦 game key 卡啦，咁要裝翻啲遊戲落你部機度嘅。咁如果你玩789咧，好快已經打爆咗你部機啊！相信。咁所以今次咧係特別推出一張 Biohazard 特別版嘅512G 記憶卡 expect 卡嚟嘅，係 Povin 呢個牌子推出嘅，咁會有特別嘅圖案嘅。咁呢張卡咧，因為未到香港，預計下禮拜1、2度咧就到香港嘅，咁所以咧大家到時咧可以再留意下呢張卡。咁呢張卡咧 Povin 呢個牌子咧，其實睇翻佢官方比較翻咧，其實佢嘅速度咧讀寫速度咧係比一般市場上嘅 Flash 卡更加快嘅，咁啊性價比係好高嘅。咁淨係推出512嘅 size 啫，冇1TB 嘅嚇。但係512咧呢個速度係最快噶啦，因為佢讀寫速度咧係去到講緊係800 M 每一秒 per second 嘅讀，同埋寫咧都700 M 嘅，係好高速。嗱，咁大家如果想選購呢啲版本咧，就可以去翻我哋 buygame2.com 嘅網店咧去選購到噶啦，因為太多版本啦，咁大家資料可以慢慢上去睇，但係我亦都咧就準備咗份表俾大家嘅。喺份表咧就係講清楚到底每一個版本嘅 support 嘅語言係啲咩嘢嘅，個字幕係啲咩嘢嘅。嗱，基本上咧全部版本咧都有日文、英文語音噶啦，但係咧字幕方面咧唔同版本真係好唔同噶喎。咁我呢度咧特別影低咗呢張紙俾大家。咁呢段片咧會稍後放翻我哋 buygame2 YouTube channel 度嘅，大家可以之後咧睇翻呢個直播重溫翻去睇翻嘅。嗱，希望今次嘅直播咧幫到大家選購翻啱你嘅版本啦，因為真係太多版本我都消化咗好耐，咁所以緊急開個 live 俾大家睇翻啫。嗱，如果你都覺得呢個 live 係幫到大家、幫到你嘅話咧，記得咧就訂閱我哋呢個 channel，咁下次有新片或者第一時間有開 live 咧通知你。咁另外咧就記得讚好 share 出去，支持廣東話電玩頻道。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買到啱你自己嘅 Biohazard 版本啦。咁你又點樣選購咧？聽完咁你歡迎下邊留個言，互相交流一下。好，下短片再見，拜拜。